粵語聽力題：蝦餃、蝦餃；燒賣、燒賣；腸粉、腸粉；缽仔糕、缽仔糕；蛋撻、蛋撻；牛雜、牛雜；艇仔粥、艇仔粥；雲吞麵、雲吞麵；煲仔飯、煲仔飯；雞仔餅、雞仔餅。俾個貼士大家，全部都係廣州嘅小食。每個詞語10分，你一共聽到幾多分啊？評論區話俾我知啊！